我哋成日話科技改變生活，但係如果呢種改變其實係對人類物種嘅一次基因級別嘅劫持呢？今日我哋要一齊面對一個可能會令你覺得好不安，甚至有啲毛骨悚然嘅真相。歡迎嚟到拿鐵閱讀室。今日分享嘅係 Jonathan Haidt 嘅《失控的焦慮世代》，係書入面佢講呢場遷移唔係一場進步，而係一場波及全球、冇經過任何審查嘅活體實驗，而實驗嘅結果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嘅，係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嘅集體性精神崩潰。大家試下回憶返2010年之前嘅世界，嗰陣時嘅細路放學係去公園、去球場、落街玩，佢哋會因為爭波踢而嘈交，會因為玩遊戲輸咗而喊，會因為要同陌生人溝通而覺得怕醜。呢啲所有唔舒服嘅瞬間，其實係人類演化咗幾百萬年，為我哋大腦設計嘅模擬訓練器。但係由2010年開始，成個世界變咗。作者 Jonathan 話俾我哋知，由嗰年開始，人類做咗一件連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後果係乜嘢嘅事。我哋將整個世代嘅童年由現實世界強行搬遷咗去手機世界。作者指嘅遷移唔係話細路多咗部玩具咁簡單，佢係指佢哋嘅社交、佢哋嘅自我認同，甚至佢哋發洩情緒嘅方式，全部被塞入咗一個發光長方形入面。咁到底作者講嘅遷移係遷移咗啲乜嘢？係遷移咗佢哋嘅童年重心。以前細路嘅認知係建立喺實體互動上面，透過碰撞、摩擦、眼神去感受世界。但係2010年之後，佢哋將原本應該用嚟探索現實世界嘅幾萬個鐘頭，全部遷移咗去一個虛擬、非同步，而且充滿演算法陷阱嘅數字空間。呢種環境嘅劇烈改變，直接導致咗佢哋大腦發育嘅土壤，由肥沃嘅泥土變成咗乾硬嘅水泥。作者喺書入面話，呢場遷移唔係進步，而係一場波及全球、冇經過任何審查、冇經過任何道德評估嘅集體活體實驗。而實驗嘅結果就係我哋而家每日喺新聞見到嘅青少年自殺率飆升、焦慮症爆發、集體性精神崩潰。大家諗下，如果一個藥廠出一隻新藥，都要經過幾十年測試，但係社交媒體同智能手機係喺完全冇監管嘅情況下，直接就改寫咗我哋一代人嘅大腦結構。要理解呢場災難，我哋要先拆解一個大腦發育嘅黃金定律：用則強，冇用則廢。想象一下，大腦發育就好似起樓，10到20歲係大腦入面神經網絡進行大掃除同埋重新鋪設嘅最關鍵時期。喺呢個階段，你用得最多嘅神經路徑會變厚變快，而你唔用嗰啲，大腦會覺得既然你唔用，我就拆咗佢，慳返啲能量。幾萬年嚟，青少年係點樣學做人嘅呢？係透過現實遊戲。咩叫現實遊戲呢？即係你要同人面對面。呢度要介紹3個手機，唔會俾到你嘅生理功能。第一，同步性嘅社交訓練。大家諗下，你同人現場傾偈，你講錯一句話，你見到對方個眼神閃過一絲尷尬或者憤怒，你個腦會即刻收到信號，佢會分泌化學物質，令你覺得唔好意思，然後你會即刻補救、道歉或者轉話題。呢種即時修復嘅能力係人類生存嘅核心技能。但係喺手機世界，呢種同步性完全消失咗。你可以寫完一段字，改完又改，甚至諗咗3日先覆。你避開咗嗰種尷尬感，但係你大腦處理衝突嗰塊肌肉，亦都因為長期冇用而萎縮咗。第二，多巴胺循環嘅騎劫。
我哋要明白，手機 App 同社交媒體後面係幾千個全世界最聰明嘅行為科學家、演算法工程師，佢哋嘅目標只有一個：鎖死你嘅注意力。每一次碌芒，每一個 like，都會令你大腦噴射微量嘅多巴胺。你慢慢會發現，現實世界嘅嘢太慢、太悶、太辛苦。讀書要用幾個月先有回報，運動要幾年先見效，但手機只需要0.5秒。當後生仔嘅大腦習慣咗呢種廉價快感，佢哋就再冇辦法專注喺任何長期嘅目標上面。第三，身體感同催產素嘅斷裂。人類係社會性動物，我哋需要眼神交流同身體接觸。點解？因為呢啲動作會觸發大腦分泌催產素。催產素呢種物質好神奇，佢係人類演化俾我哋嘅天然抗焦慮藥。幾萬年嚟，我哋係透過眼神、拍膊頭、一齊大笑嚟獲取呢種化學獎勵。佢會話俾你個腦知，呢度好安全，呢班係你嘅同伴。但係喺手機世界，呢種生理機制被直接掠奪咗。熒幕上面嘅 like 同留言只會刺激多巴胺，令你上癮。佢冇辦法產生催產素，令你放鬆。當社交變成咗圖片同文字，大腦接收唔到生理信號，佢會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孤島狀態。表面上你喺度同幾百個人傾偈，但生理上你係極度孤獨同埋焦慮嘅。點解我話2010年係一個生理災難？我哋要講一個核心名詞，叫神經可塑性。作者喺書入面引用咗進化心理學家對遊戲嘅深度研究。你知唔知點解所有哺乳類動物，由貓仔、狗仔到大猩猩，細個都要玩打交遊戲？因為呢種看似混亂嘅玩耍，其實係喺度訓練大腦入面一個最重要嘅部位——前額葉皮層。前額葉皮層係負責乜嘢嘅呢？簡單講，佢就係你大腦入面嘅剎車掣。當你憤怒、當你驚、當你想放棄嘅時候，你大腦深處嘅杏仁核會瘋狂尖叫，叫你打或者走呀。呢個時候，前額葉就會出嚟話俾你知，冷靜啲，呢度好安全，對方無惡意，你可以處理到。幾萬年嚟，人類係透過現實遊戲中嘅碰撞嚟磨練剎車掣。喺公園玩，你會跌親，會痛，會被小朋友排擠。呢種痛會直接教到你個腦邊度係底線，點樣去忍耐，點樣去溝通。但係當我哋將童年搬咗入手機，呢種磨練完全被切斷咗。作者發現2010年後嘅青少年，佢哋嘅大腦長期處於一種低度刺激但高度警覺嘅狀態。碌手機係一種非同步社交，你出咗個 post，你要等幾分鐘，甚至幾個鐘先有 like。喺呢段等待嘅時間入面，你個杏仁核嗰個負責報警嘅部位係處於持續焦慮，處於一種防禦狀態嘅。你長期浸喺呢種唔知人哋點睇我嘅不安入面，而負責控制情緒嘅前額葉又因為冇玩過實體遊戲而萎縮。結果係點？呢代人嘅大腦係一架引擎，馬力好大，非常情緒化，但係完全冇咗 brake，冇咗控制力嘅超級跑車。只要生活入面有少少唔如意，或者喺社交媒體上面見到一兩句唔啱聽嘅說話，佢哋就會成架車失控爆發。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見到後生仔嘅心理韌性會出現斷崖式下跌嘅真正原因。佢哋唔係唔肯努力，而係佢哋嘅大腦入面根本就冇咗嗰個用嚟面對現實世界挑戰嘅剎車掣。講完大腦嘅生理結構，我哋要進入一個更加令人坐立不安嘅話題，就係我哋呢代大人係點樣親手廢咗細路嘅武功。
作者喺書入面提出一個好諷刺嘅觀察：我哋對現實世界、對小朋友嘅過度保護，反而令到下一代患上咗一種叫心理過敏嘅怪病。咩叫心理過敏？佢用咗一個好地道、好震撼嘅醫學比喻。大家諗下，點解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好似冇乜嘢人對花生過敏？但係到咗呢20幾年，花生過敏突然變成咗一個致命嘅威脅。研究發現，原因竟然係家長太驚啦。喺1990年代之前，細路對花生過敏係好罕見嘅，但係當時嘅醫療建議太過保守，啲醫生因為太驚出事，建議家長完全唔好俾3歲以下嘅細路接觸任何花生製品。結果點樣？細路嘅免疫系統因為喺發育初期從來未見過花生，所以佢哋嘅防禦機制根本冇學過點樣處理呢種蛋白質。等到佢哋大個咗，第一次偶然接觸到花生嘅時候，免疫系統會將花生當成致命嘅外星生物，發起恐怖嘅自殺式攻擊。呢種過度反應先至係真正致命嘅原因。同樣道理，由90年代開始，我哋進入咗一個叫安全主義嘅時代。我哋驚細路喺公園跌親，驚佢哋被同學、朋友蝦，驚佢哋覺得唔舒服。我哋拆咗所有有冒險性嘅遊樂設施，將所有唔舒服、有衝突、有挑戰嘅嘢全部物理隔離。我哋以為咁樣係愛佢哋，其實我哋係喺度閹割緊佢哋嘅抗逆力。呢度涉及一個好重要嘅心理學概念，作者引用咗《反脆弱》呢本書嘅邏輯。人類嘅心理系統係反脆弱嘅。咩叫反脆弱？就係有啲系統佢係需要壓力源、需要波動、需要小衝擊先至會變得強大。如果你嘅心理免疫系統從來未俾人排擠過，從來未輸過比賽，從來未經歷過失敗，咁你嘅心理免疫系統就會長期處於嬰兒水平。作者發現，我哋對傷害呢個詞嘅定義喺呢20幾年發生咗定義漂移。以前我哋講受傷係指斷手斷腳，係流血。而家好多後生仔講嘅受傷係指我聽到一啲我唔中意聽嘅說話。大家試諗下，當呢班心理嬰兒帶住一個完全冇見過風浪嘅心理免疫系統，拎起手機進入嗰個殘酷嘅社交媒體世界。當佢哋見到 IG 上面有人靚過佢，有人唔覆佢機，或者有人喺留言區講咗句唔啱聽嘅留言，佢哋唔係覺得唔開心咁簡單，佢哋嘅心理免疫系統會產生致命性反應。呢個就係點解2010年後青少年焦慮症會咁大規模爆發嘅深層邏輯。如果你覺得頭先講嘅心理過敏聽落去好抽象，咁我哋嚟睇一個真實發生喺2015年世界頂尖學府耶魯大學嘅震撼案例。成件事嘅導火線係喺萬聖節前夕。首先發聲嘅係耶魯大學嘅一個官方機構，叫跨文化事務委員會。呢個校方機構向全校學生發咗一封電郵，內容係非常強硬嘅指導建議。佢哋要求學生喺萬聖節着衫要極度小心，唔好着一啲可能會引發文化爭議或者令特定群體覺得唔尊重嘅衫。表面上係好意，但實際上係校方喺度扮演一個家長角色，去管制大學生嘅審美同表達方式。呢個時候，劇本嘅主角出現，有一位叫埃里卡嘅女教授，佢同時亦都係耶魯大學一個學生宿舍嘅副院長。最重要嘅係，佢老公係世界知名嘅社會學家尼古拉斯。埃里卡見到校方嗰封郵件之後，覺得好不安。佢寫咗一封回信俾佢宿舍嘅學生，語氣好溫和。佢喺信入面提咗一個非常老派但好重要嘅觀點。佢話：如果我哋唔中意人哋着嘅衫，
或者覺得被冒犯，我哋係咪應該透過對話去解決，而唔係由校方由上而下咁去管制呢？佢甚至反問學生：大學生仲有冇權利去表現出一啲啲冒失或者唔成熟呢？萬聖節本來就係一個充滿冒險，甚至係可以稍微冒犯嘅節日，點解我哋而家要變得咁樣提心吊膽？點知就係呢封咁溫和、充滿人民主義色彩嘅郵件，引爆咗成個耶魯大學。成百個學生喺校園入面圍住埃里卡個老公尼古拉斯，將佢困喺中間。呢班學生情緒極度失控，對住教授瘋狂尖叫、大喊。佢哋唔係喺度同教授辯論學術觀點，而係喺度控訴：你哋嘅說話令我哋感到極度不安全。你哋傷害咗我哋。尼古拉斯教授當時想理性解釋，佢話：如果你哋覺得有問題，我哋可以坐低慢慢傾。但係有個女學生直接對住佢尖叫：我唔要同你傾。大學嘅職責唔係提供智力挑戰，大學應該係要提供一個好似屋企一樣嘅安全空間俾我哋。大家聽下呢句說話。大學本來係一個真理碰撞嘅地方，係一個要你接觸唔舒服意見嚟成長嘅地方，但係喺安全主義下長大嘅呢一代，已經將唔舒服嘅意見等同於實體暴力。正常嘅心理成長應該係教你點樣去面對恐懼，點樣去克服唔舒服，但係現代教育反而係教你，只要我覺得受傷，對方就係壞人。作者喺呢度睇到一個好恐怖嘅趨勢。呢種邏輯進入社交媒體之後，變成咗恐怖嘅公審文化。因為我哋冇辦法承受唔舒服，所以就要喺網上發起自殺式攻擊，去消滅所有同我哋唔同嘅聲音。呢種過度敏感，將焦慮由個人層面已經推向咗成個社會。今日我哋由人類進化嘅長河開始講起，睇到2010年呢個物種轉折點背後嘅生理邏輯。我哋明白咗大腦點樣因為手機而重組，睇到咗前額葉剎車系統係點樣萎縮。我哋亦都睇到大人出於愛心嘅過度保護，點樣變成了另一種形式嘅傷害，令到細路嘅心理免疫系統徹底崩潰。但我今日講嘅所有內容，其實只係呢份診斷報告嘅前半部分。最關鍵，亦都係最令我哋無力嘅問題係，既然陷阱已經咁明顯，點解我哋明知有毒都停唔到手？背後嗰班科技巨頭到底用咗啲乜嘢精準嘅工程手段去打擊我哋嘅意志力？點解手機 App 就好似一個無限添飲嘅毒藥，令你明明飽到嘔，但係都要繼續飲落去？喺下集，我哋會進入更加赤裸嘅成癮機制拆解。如果呢集內容令你有所思考，請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嘅家長同朋友，同訂閱我呢個 channel。你嘅支持係我繼續分享好書嘅動力。我哋下次再見，拜拜。